我们这一代人啊，小的时候很多人都对军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。在我正式的踏入部队门槛的之前，我的人生还是非常幸福的。当我正式踏入军营的那一刻开始，哇，这周围的这个场景啊就全部切换了。在短短2-3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所处的连队就发生了多起的战士的自伤和自残，吞钉子、吞剪刀、割手腕部队的这种官兵关系是非常紧张的。这个中队呢，8964的时候第一个杀进天安门的，其中的一些这种狙击手一枪就把那个高音喇叭给打灭了。那么这支部队的话，当时被授予共和国英雄中队，有几个人还被授予了共和国卫士的称号。但是呢，它是有一个特点，在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完全的不敢声张，因为他们呢面对人民的时候有一种负罪感。第一次参加这种军事会议的时候，就是聊的内容让我越来越坐立不安，满口的这种粗言秽语不堪入耳，就有点像那个杨子荣是进入土匪窝的感觉。我的老乡，那么这个老乡要转业了，在他临离开部队的时候，我就说您能不能给我传授一下这个带兵的经验呀？他也就说他的心里话。他说你记住4个字：坑蒙拐骗，并以此能力的高低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高低。他说要认真的学习毛选，真的学会了的话，你真的可以发现它可以达到杀人不见血的一个效果。哇，我当时就是我的世界一下全部灰暗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政治教研室的一位主任吧，他每次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，大厦将倾他就说我们这个部队如何腐败，社会如何腐败，很难为继，时日不多了。可是呢，当他一走上讲堂，又在讲我党一贯的怎么样的这个纯洁伟大呀。所以说有一个词叫人格分裂。我们之前都把军人看得像天使一样守卫着这个共和国，但是你实际处在这个军营当中的话，你发现这个魔鬼和天使竟然是同一个人，而且瞬间切换。